因为二级的警戒呢一直延，所以讲呢，南投县一镇已经延一个月8场社区公民心理参与式预算的课程正式开课啊！24位社区的妈妈在经过2个月后的期间了后呢，头一摆做伙上课，除了见面学这个料理的技巧以外，社区嘛借这个机会，可落实公民参与的权利。 虽然是定定看会到的肉羹，佮有油饭，若是要做甲好食，要是有相当的经验和功夫。8场社区的学生来学过了后，拢真肯定来上课了后，真正学到真济。进前唔知影要揽啥吼，今仔老师有要加一寡物件落去，比较好食啦。甲大家时间要用偌久，偌久做起来物件才会好食。 这全部的活动是8场社区经过集镇公所所举办的参与式预算，然后佮经过投票通过课程是更加有意义。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参与式的预算呢，可以让社区的民众更加可以了解我们社区、我们政府的这边的运作并且更凝聚他们的一个向心力。互咱学到的是讲，咱知影讲要安怎做，然后顺序是安怎落的。疫情警戒继续维持第2级。 踮伫厝内2个月的婆婆妈妈，拢真欢喜，总算会当出门学习。而且这是8场社区的居民做伙争取的公民参与式预算课程，对因来讲意义是更加无同。